沿着台九线一直走，我们来到花莲县最大的客家庄凤林。夹在高山与大海之间的花莲，面积有4628平方公里。如此的大山大水，还有广大的草原，是花莲地区牧业的发展的最大本钱。到民国81年的时候，就是开始政府提倡这个休闲农业。过很多，因为政令法令还完全改变了就是解编了所以是从基本上休闲农业开始在转型。那我们就是农场有体验到说，应该要让全国的民众来我们农场，又能够看得到东西，又能够学得到东西，能够深深的体验到农家的生法，就是农家的这个体验大自然，最重要是大自然能够看到一些。看到太刺眼那个呢，全部都是山光水色。如果来住我们这个农场的话，第二天早上可以品尝到最新鲜的鲜奶。许太狗并不是土生土长的花莲人，可是许太狗说，他一来到花莲就爱上这里了。整个农场里除了牧场，还有规划有鸟园、果园、花园等等许多的景点。无论是哪个区域，每天都来工作的许太狗可以都说是逛遍了。可是许太狗说还是来不及，这里的宝贝实在太多了，他根本来不及全部都收集到。但是来到农场里呢，不但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光是在大草原上发呆都是一种很好的享受哦。好。早晨头较早就会来，也到草原亲讲，跟青青绿草青青草原在农场里面看到青河青纹流的这整个规则的这个草原里面因为人家草片青苔又做的微调的你夹的做的也大全部声音的都做的走不用自由的，所以他个人来到个吃饭吃饺子吃饱些寒的料糖露或者这个农场地方看法。看这个东部的最重要的就是好山好水这么亮丽的这个中央山脉，还有海岸山脉。农场地块就是介于就是中央山脉跟海岸山脉中间亲讲的一个地方。所以讲有人讲农场那个花东纵谷地块牛奶隐秘之地。你们绝对想不到，多年以前这里却是堤岸边的冲击地。可是凭借着双手跟一股不屈不挠的力量，花莲如今已是台湾牛乳最大的来源地。你可以说是人定胜天，可是我们更该赞叹的是生命的强韧。现在感觉讲，让农场地块当日就有新生命诞生，不管是小牛生牛的强补长姜出来，或是兔的长姜出来。因为农场地块有条的强补长姜出来，或者是长姜出来，小草。它也会发给你牙，洗臭的，所以我挺喜欢让农场地块给人，就是有一种感觉讲，当你走石头了，就有新生命的诞生。所以我来农场做也是我挺喜欢的地方，就是农场地块当你走石头木竹一打开了，就是有全部整个大太草原的，就是给我充满的希望。这个在这个人生当中来这里能够来这里来这里上班其实是我们最觉得说人生最光荣的事情了。当然有希望，因为这个安尼地方莫讲去个有独享，我希望大家人有限，没有同个像安尼心情来，较打造来，后来海里到了带声音的来，按照草原，按照个果园或个农场地块青岛花做的亲讲来看。大家人一起来同乐。来一趟花莲并不容易，可是脚踏实地的客家人用尽心思，就是要让游客只要来到凤林，就会爱上凤林，让如此的人间美丽，大家都能够享受到。